就是我们都说破除了我执，证得了空性，就能对治烦恼。但是我们破除的是自性的，但是它显现上还是有好坏，还是有美丑呀。那我怎么对治那个贪心呢？虽然它没有自信了，但这个东西的确是，比如说的确是漂亮的、好的呀。为什么破除了它的自信上的不存在，就能不生贪心呢？谢谢。那在这边呢，就是先厘清一下，就是我们会觉得说我所看到的好，或者说我所看到的美丽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把它解释为是好的跟美丽的。但是呢，我们要理解到一点，就是说我们所认为的好呢，它并不是真正的好，并不一定说我觉得是好呢，它就是真正的好。那我们先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们先用嗔心呢来做举例，因为呢，嗔心呢是会伤害到我们的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有所体会的。我们有时候比较难以理解到说贪心呢会伤害到我们，所以我们用最容易体会到说嗔心呢它会伤害到我们的这一点来做比喻。那我们在讲到说呢，嗔心为什么会伤害到我们呢？就是因为我所起嗔心的这个对象呢，我为什么会对这个对象起嗔心呢？一定是看到这个对象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他是不悦意相，因为他不悦意的缘故呢，看到他是呈现不悦意相的缘故，所以我自然而然就对他升起了嗔心。那当你对这个人升起嗔心的时候呢，无论旁边有多少人呢，用多少的理由来成立说这个人是一个好人的时候呢，我们是完全听不进去的。我们自然而然就只是说，就是因为他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才会这么的生气。所以无论旁边有多少人跟你说呢原因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是听不下去的。那对于说对治贪心呢，我们该如何去对治呢？那对治贪心有两种方法。那第一种呢，就是透由修习慈心还有悲心的方式呢，来对治我们的嗔心。那在修习慈心悲心之前呢，那当然一开始我们就是先修习平等舍。那修习平等舍之后呢，然后渐次呢就是升起了乐意慈悲心，然后呢开始来修习自他换等等。那透由这种修心的过程呢，然后一步步的升起这些正德的时候呢，你的内心不由自主的呢会把你视为不悦意向的这些有情人，因为你的正量升起的缘故，你的慈心还有悲心这些不断增长的缘故呢，你自然而然就会觉得说它不是这么的面目可憎，而且你看它呢会越看呢觉得说越看越悦意。那这时候呢，自然而然你心绪里面的嗔心呢，它自然而然就会消退。那这是一种对治嗔心的方法。透由上述就是透由修习慈心跟悲心的方式呢，然后让我们对治嗔心的方式，是因为说我完全对于这个不悦意境呢完全了知之后呢，那所以呢，我把这个不悦意境呢看成了悦意境之后呢，所以我才对他的这个嗔心才消失的吗？并不是的，它并不是因为说你对于这个境，对于这个有情的状况呢，你完全了解之后呢，你完全知道说哦，他的情况是怎么样之后呢，然后你才把它从不悦意境呢变成悦意境，并不是的，你只是透由另外一种修心的力量呢，然后透由这个修心的力量呢，慢慢去转换你对他的这个观点之后呢，然后才不会对这个有情呢升起嗔心。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透由说我们完全了解这个境呢，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存在的。那你完全了解到说，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东西执持为是悦意境，把它执持为悦意境的理由是什么，把它执持为不悦意境的理由是什么时候呢？那我们如何去完全理解到这个境它的真实的状况呢？你要了解到这个境真实的状况呢，就是要透由正的空性的智慧来了解。就是说，无论说呢，你是透由，就是你是理解到说，哦，这个有情呢，它是第十不成立的也好，或是自性不成立的也好，或是自相不成立的也好，都可以。总而言之呢，就是你要先透由一个正的空性的智慧呢，然后来理解。那如何的去理解呢？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呢，在看这个不悦意境的时候呢，我们要先了解到说，为什么会把它指为是不悦意境？你把它指为不悦意境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看到它的时候呢，我自然升起一个这个有情，它就是不悦意的一个体性。然后呢，我们因为这种错误的理解呢，支持它为不悦意的这个体性的时候呢，所以你自然而然就升起一个非常强烈的执着，觉得说它的体性本身就是不悦意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具备着小偷的体性，或者这个体性呢本身就是一个很丑的一个体性。
但是呢，现在呢，透由空性的角度来理解的时候呢，你就是要先了解到说，这个东西呢，你把它执持为不愿意的这个体性呢，是一种错误的执着。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呢就没有不愿意的这种自性存在的。那为什么我会把它执持为不愿意的存在呢？我把它执持为不愿意的境的存在呢，是因为我的心呢，我的分别心呢去安立的缘故。因为有了我分别心安立的缘故，所以我才产生的种种的非理作意，所以最后呢，我才把它执持为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先了解到说，它的体性本身并不是这种不愿意的体性，并非是小偷的这种体性。那等到你真的能够透由空性的了解到它并非是第十的体性，它并非是自相成立、自性成立这种体性的时候呢，你在了解说它不是这种不愿意的体性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在看到它的时候，你就不会对它产生这种强烈的嗔心的执着，因为你自然而然知道说它并不是这种会让你引起嗔心不愿意的这种体性。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比如说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呢，然后我们要选一个主管出来的时候，那这个主管呢，就是如何要选出来的时候呢，那一开始我们会先去推荐，然后推荐呢就是你自己的熟悉的人呢，然后把他推荐为是主管。那就是说无论说像是透由考试选出来，或是透由面试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面试出来的呢你会比较容易去相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是和你有真实去接触的，因为呢你长时间跟这个有接触的时候呢，所以你了解说他是一个怎样的为人，他是你熟悉的人，而且你也了解说他是一个怎样的为人的时候呢，所以你把这个人选为主管的时候呢，是因为你相信他，而且因为你跟他有相处过的缘故，所以你知道说这个人是可以信任的，他的判事能力等等的都是符合于就是当主管的这个职位。那相较于说呢，你自己和这个人呢就是有接触过，那别人呢他推荐一个人给你说这个人呢他也是能够当主管的，那当然说别人推荐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呢也是会去相信，不过呢这种信心呢并不会这么的坚固，可能之后呢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呢，我的这个信心呢可能就因此而推翻。所以就如同这个道理，因为你有接触过这个人，你了解这个人的时候呢，你把他选为主管的时候呢，你比较容易去相信他。就如同说我们现在了解，你要对这一法呢，就是去了解这个境，你这个对境呢，它的真实的相状呢到底是怎样，你唯有了解了这个东西的真实相状，了解到说所有的境呢它都并不是像我看到一样的这种存在的状况，它的真实的相状你真实了解之后的时候呢，那你了解它真实相状的时候，自然而然你透由贪心或是嗔心对它的非理作意呢，自然而然它就会慢慢的消失。所以才说为什么透由了解空性之后呢，去对治嗔心呢，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这边呢就是有问到，就是想请问仁波切，就是后面讲到说就是102页最下面这一句讲到说普特伽罗有情自我呢都是同义的。那这边呢就是自呢指的是什么意思？提到说士夫呢就是普特伽罗有情自我，那自呢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一般在讲到自或是我的时候呢，那它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就是理解方式。就是一般我们在讲述到说我，还有说呢就是像说呢我去吃饭，然后呢我怎么样，这个我呢是存在的。因为呢这个所谓的我呢，就是他能够去受用苦乐的这个我呢，它是存在的。但是受用苦乐的这个我呢，它是不需要观待蕴体而有的吗？并不是，它还是要观在蕴体而有。那这边所讲述到的有情、智还有我呢，还有普特伽罗，它的意思呢都是一样的，就是具备心绪的这些有情呢，就可以称之为是士夫或是普特伽罗有情，或是智或者是我。那这个呢指的是说存在的这个我。那另外一个呢，我在讲到说我执的我的时候，或者说自性成立的我的时候，这边所谓的我呢，它就是所谓的所破，就是它不需要观待蕴体，而是呢真实独立存在的这个我呢是不存在的。所以虽然说在中观的论点里面呢常常会提到我，但是呢这两种我呢就是我们要分得清楚，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是不需要观待而蕴体存在的东西的缘故，所以才会讲到无我。所以无我里面的这个我呢，指的是所破的我。但是呢，我们在讲到说普特伽罗有情自我的这一些我呢，或是智呢，它所指的呢是
观待运体，就是可以受用苦乐的这个我呢，这个是存在的，就是这两点呢要分清楚。那这边呢就还有讲述到说，就是一切是指六界和合的意思吗？非是非一切，就是宝鬘论里面呢，就是非是非一切的一切是指六界和合的意思吗？那这边人们的解释呢，是不是这个样子？就是说非一切呢，它是一个问号，就是讲到说前面呢这样自然你呢就讲到说至中呢，你讲到说就是是福呢，就是普特伽罗呢，它不是地界，它不是水界，它不是火界，不是风界，不是空界，它也不是世界。那以你的这个讲法来说的话呢，就是这所有的一切呢都不是普特伽罗嘛。那如果说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普特伽罗的话，那你如何去安立普特伽罗呢？所以这边非一切指的是说，你前面讲的这一切呢，就讲说六界它的每一界都并非是普特伽罗的话，那你怎么去安立一个普特伽罗？所以这个非一切呢，它是一个问号。如果说这一切都不是普特伽罗的话，那你如何去安立呢？那所以在这边讲到说非一切的时候呢，它比较像是他中呢对于至中的一个问难，或者说他中对至中的一个辩论，就是他就提一个问难，就讲说你既然讲到说普特伽罗呢，它不是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世界，那这些它全部都不是普特伽罗的话，你如何去安立一个普特伽罗呢？那同样的呢，就从这个问话里面呢，所以至终在回答到说，就是说虽然呢普特伽罗它并不是地界，它也不是水界、火界、风界、空界、世界，它也不是这一些，但是呢，也不需要去安立一个就是和六界体性，就是和六界呢，它体性呢是相异的普特伽罗，也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普特伽罗它就是安立在这个六界的合体的这个运体之上呢，我们去安立一个普特伽罗之外，虽然说它不是六界的任何一界，但是呢，我们也不需要去安立一个和六界体性相异的普特伽罗。那这个呢，就是一个至终的一个回答。所以在宝鬘论的这个偈颂里面呢，讲到说是福非地水非火风即空非是，到这边呢像是至中的一个例中，就是至中所列中呢，就说是福呢它并不是六界这样，所以那到了非是之后，这个非一切的这一句话呢，就变成说他中来问难你，他中就问难至中说，如果说你说普特伽罗都不是六界一界的话，那你怎么去安立一个普特伽罗呢？所以透由这个偈颂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至中他的想法以及至中他是如何安立的，那他中又用什么样的方式呢，然后来问难至中，就是我们了解到他前后句的关系的时候呢，对我们去了解这个偈颂呢会更有帮助。